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字裏行間，我係 William。上一集我哋學識咗用第三人稱嚟拉開情緒同埋距離。今日我哋要介紹一個更宏大嘅工具——心靈時光機。當我哋陷入焦慮嗰時，往往就會覺得眼前嘅困難就係全世界。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將鏡頭拉遠，睇下過去，睇下未來，事情會變成點樣呢？書入邊就提到一個叫 Tracy 嘅非裔美國女孩嘅故事。Tracy 佢考入咗美國著名嘅哈佛大學。原本呢一件係值得非常驕傲嘅事，但係當佢走入咗呢間充滿住白人精英、歷史悠久嘅校園嘅時候，佢感到極度嘅格格不入。佢腦海入邊嘅小對話不斷同佢講：你唔屬於呢度，你唔夠優秀，你遲早會被睇穿。呢種嘅自我懷疑令到佢非常痛苦。為咗尋找自我認同，佢開始研究自己嘅家族史。佢越係深入挖掘，就覺得越係震撼。佢發現自己嘅祖先曾經係奴隸，經歷過橫跨大西洋嘅恐怖旅程，喺美國種植園裏忍受過非人嘅折磨，世世代代都喺夾縫中生存。當 Tracy 了解到呢段漫長嘅歷史之後，佢再回到哈佛校園，心態完全改變咗。佢突然覺得自己而家擔心嘅嗰啲事，譬如成績考得唔好，識唔到男朋友，或者俾同學排擠，同佢祖先所經歷嘅生死磨難相比，簡直就係微不足道。佢甚至覺得祖先如果可以睇到佢企喺哈佛嘅校園入邊，一定會為佢感到無比嘅驕傲。透過回顧歷史，Tracy 獲得咗一種俯瞰視覺。佢唔再睇住眼前嘅煩惱，而係將自己放咗喺幾代人，甚至係幾百年嘅時間軸入邊看待。喺呢種宏大嘅視覺底下，佢腦入邊焦慮嘅小對話，自然就會安靜落嚟。除咗回顧歷史，我哋仲可以用心智時光機向未來穿越。心理學家叫做創造時間距離。研究顯示，當我哋經歷困難嘅時候，如果請佢哋諗10年後我會點睇呢件事呢？佢哋嘅情緒會立即得到緩解，因為當我哋把時間拉長，我哋嘅大腦就會意識到而家嘅痛苦只係一時嘅。譬如失戀嘅時候，你會覺得世界末日，但係你諗下，10年之後，你可能已經有咗幸福嘅家庭，甚至連而家呢個人係咩樣你都唔記得啦。考試考得唔好，你覺得人生毀啦，但係10年之後，你發覺考試只係你人生簡歷上一個連提都唔會再提起嘅小插曲。喺香港呢個節奏咁快嘅城市，亦都咁功利嘅城市，我哋好容易俾眼前嘅壓力壓到唞唔到氣。William 喺度做緊呢段錄音嘅時候，啱啱就係 DSE 放榜冇幾耐。如果呢度有中學生嘅聽眾，你哋入到心儀嘅大學，William 喺度恭喜大家。但係喺香港呢個考試制度底下，往往都會有好多同學可能因為成績唔理想而入唔到心儀嘅大學。如果有入唔到心儀大學嘅同學，呢一刻你覺得好焦慮，覺得前路茫茫，甚至覺得自己好失敗，唔知點算好，都係非常之正常，而我都係非常理解，因為我本身都係一個過來人。William 喺中學讀書嘅時候，考試都唔係特別好，我會考同埋高考都曾經試過留班或者叫重讀。相信聰明嘅聽眾呢，聽到呢度都大概可能估到 William 幾多歲，因為會考、高考都係一啲好有歷史嘅考試啊。咁但係 William 呢，過咗咁多年，去到而家呢個歲數，睇翻之前嗰啲會考、高考，其實就好可笑，因為去到而家工作嘅環境，根本唔會有人再提翻起會考、高考。佢哋睇嘅係你嘅工作經驗、你嘅能力，呢啲嘅事情呢，係可以通過會考之後啦。高考之後啦，透過努力去改變，去增加自己嘅經驗。所以如果而家你有一啲嘅失敗啦，
失利啦。其實喺咁長嘅時間河流入邊呢，呢啲都係一啲少少嘅水花、少少嘅水滴。咁希望如果真係今次考試失利嘅同學，可以唔好咁介懷，提起翻精神，將來嘅路仲有好長，加油！所以有啲人會講，我哋成日都太過專注眼前嘅呢一頁書啦，而忘記咗人生呢本書其實係好厚嘅，有好多頁嘅。所以下次當你就嚟覺得撐唔住嘅時候，試下問下心入邊嘅自己，10年後嘅我會點樣看待而家嘅自己呢？當你企喺未來嘅終點往回看，而家嘅困難可能就係你今日成功嘅一塊踏腳石。下一集我哋走出大腦，睇下周圍嘅環境，原來整理一下房間同埋去公園散步，竟然係平息焦慮嘅科學方法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